洪台过后，一拄着好天，七个龙山社区就对早到暗，逐工清在后回顺的加护本色。不过到17号为止，公所也持续动员脚踏车、本色车甲清洁能力。里长欧文在表示，本色量已经真歹估算，清洁连本色车后道拢卡卡，也需要人力排除。无赶紧清除废弃物，地方个烦恼天高节爆发，所以里长嘛伫活动中心放送分发由卫生局所提供的消毒水，呼吁民众巡岛清刷，大家拢爱相当配合来维护环境清洁。来吼，伫咧内底面吼，无蚊啊，昨就有看讲蚊啊入去，嘿，安尼是毋是就是伊安尼风台过来会较有？自风台较近哦，咱一直咧清粪扫，也真侪义工，搁脚踏车啦、垃圾车拢完全拢无停的，逐工都无停，拢一日清到暗啦，嘛是惊讲等个热会爆发呢。阮卫生所也拢有喷消毒水吼，迄个漂白水，来互大家领来厝前厝后压的安尼。7个月受灾户已经陆续恢复水电，厝顶嘛已经有义工团协助看篷布先渡过难关。不过伫路边的市街场被长期的5支电火条直接猫落去，不止损失惨重，到今已经13天也无电。业者无奈讲，敢真正会找总统才有法度。鸡卵的产量嘛因为鸡仔着惊，对一天40箱到剩无到10箱。这偌久啊？叫袂来呢？人捌咧讲，无你伫迄摆倒个，人讲，安尼讲，你伫我看你伫迄拜托就先得啊，讲安尼啦。一天有40箱的，即摆一天剩无10箱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惨损失是算较严重小块。补吧，初估应该2-3百走袂去吧？安尼啊，对啊，对。佮加鸡仔本身的话，希望2-3斤只，加起来应该300几吧。看到到现在也维持受灾当时的情景，农民无奈只求有合理的补偿，好好过活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